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2年9月19号，公元2016年11月18号，我是主持人卓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开示要创造和平的21世纪；藏人行政中央举行揭露多节真面目新闻发布会；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会晤印度人力资源和发展部部长；第4届藏人行政中央对华事务会议在达兰萨拉召开；驻布鲁塞尔西藏代表呼吁欧洲议会支持西藏事业；第1届佛教和现象学国际会议在莫斯科举行；藏人行政中央发言人回应中国政府评击尼泊尔前总理与司政公开亮相。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目前在日本进行访问和弘法行程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上周五在大阪西区男子学院中与3000名学生和教师进行了交流互动，并发表主题为21世纪的佛教公开演讲。尊者鼓励学生们要创造一个更加和平与快乐的21世纪。尊者赞赏日本人民从2次核弹灾难的灰烬中重新建立起精神和决心。尊者强调，人类把大脑和智力用于建设性和破坏性的事宜，这就取决于动机。如果我们用智慧和慈悲心去使用我们的大脑，那么我们的行为将会变得更加积极和富有成效。随后，达赖喇嘛尊者首次对东京的弘殿寺进行参访，并发表了主题为佛教教义的本质讲座活动。尊者表示，发扬慈悲心是创造和平21世纪的力量。这次访问是自1967年以来达赖喇嘛尊者第23次访问日本。本月14号上午11点半，在外交部会议厅，藏人行政中央召开新闻发布会。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和外交与新闻部的2位秘书长一同参加了该新闻发布会，并播放了长达13分钟的影片《凶天抗议者宣传与真相》。随后推出更新的《展示正义之光芒》一书。这本藏文书的主要内容包括达赖喇嘛尊者对有关多节问题上的开示，藏人行政中央揭发该组织的恶劣行径，以及前多节组织成员们弃恶从善后所提供的内部真相资料，以及路特社等国际独立媒体对凶天问题的深度培训等。此书共有365页，分6个章节。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夏领达珍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上述影片和《正义展示之光芒》一书主要内容。秘书长夏领达珍表示，现在多节组织好像不再进行公开活动，但实际上他们诋毁达赖喇嘛尊者，攻击藏人行政中央，同时挑拨藏人社会的行为仍在网络上进行。所以藏人行政中央要通过这本书及这部影片，借助社交媒体的力量，揭露他们的真面目。随后在记者招待会上，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表示，从目前局势来看，达赖喇嘛尊者出国访问时，多节组织抗议成员越来越少，但是他们通过网络一直在不断地诽谤尊者，指责藏人行政中央试图迷惑外界，混淆是非，对藏人社会和宗教界制造矛盾。所以我们要通过这部影片和书籍，让外界认清多节组织的后台老板是中国政府。司政进一步指出，多节组织开始以宗教自由和人权的名义抗议达赖喇嘛尊者，现在穷途匕首见。多节组织已经成为中国政府诋毁达赖喇嘛尊者的工具，亵渎西藏人民的信仰，破坏西藏和谐的罪魁祸首。此外，上周一，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博士在新德里会见了印度政府人力资源及发展部部长加瓦迪卡先生。此次陪同司政一同前往的还有教育部部长欧朱次仁先生。会晤期间，司政敦促人力资源部部长要通过了解中央藏校管理局的紧急状况，加快其余14所学校的移交工作。
司政还向部长介绍了以前移交学校的总体改善情况。印度政府人力资源部部长向司政和教育部长提供保证，在目前情况下，印度政府有关部门将会对此做出积极的决定。最后，司政对部长的支持表示感谢。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处主办的第4届藏人行政中央对华事务会议于11月9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召开。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博士出席了该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11月9号，第4届藏人行政中央对华事务会议在印度北部印德拉帕斯塔度假酒店召开。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应邀出席会议。外交与新闻部外交处秘书长达波索纳诺布、新闻处秘书长夏林丹增达真、最高法院秘书长扎西加措、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仁、外交与新闻部增设秘书长索囊多杰、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处处长额尔宗丹增德丹、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华人事务联络官贡嘎扎西、外交与新闻部2名助理秘书长和中文处工作人员等受邀出席会议。外交与新闻部外交处秘书长达波索囊诺布致开幕词，介绍了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的工作运转情况和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处成立以来的各项工作状况。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在致辞时向与会者介绍了藏人行政中央对华政策以及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处工作等方面作出指示。随后和与会者进行了互动及问答活动。紧接着，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处处长额尔宗丹增德丹向与会者介绍了中文处及中文处的3大职责。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仁也向参加会议的各界人士介绍了中国政府对藏区所实施的政策，并分享与华人联络工作的经验。参加本次会议的还有来自美国、欧洲、台湾和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包括来自台湾的台藏福利协会主席扎西次仁和丹增南达，比利时藏汉协会代表洛桑汪堆，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工作人员索朗卓玛，印度班加罗尔达赖喇嘛高等学院中文系4名学生，印度新德里东亚研究中心7名博士生，以及来自美国的4名藏人青年代表和达兰萨拉哲娃在线工作室2名代表等，共37名各界人士出席了会议。藏人行政中央对华事务会议于2013年首次召开，旨在加强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处及驻外华人联络官的工作。此后于2014年、2015年分别召开了第2次、第3次会议，此次为第4次藏人行政中央对华事务会议。本次会议审议了过去1年的对华事务工作，并制定出明年对华事务工作计划。驻布鲁塞尔西藏代表扎西彭措先生呼吁来自英国的欧洲议会绿党成员穆利斯科特卡托女士和欧洲议会西藏支持小组一位负责人，希望各界人士继续支持西藏事业。在长达1小时的会晤中，西藏代表表示感谢欧洲议会西藏支持小组对西藏事业的大力支持。他还重申了欧洲联盟和欧洲议会在西藏问题上的重要性。上述人士还讨论了不久将要到欧洲议会开展各种活动，特别是即将到来的尼玛拉姆这位已故丹增德的仁波切智女到比利时和法国的访问。与此同时，近日藏人行政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处与西藏基金会联合举办了首次佛教和现象学座谈会。知名流亡藏人佛学家和达赖喇嘛尊者英语翻译员格西图登金巴作为主讲出席了这一重要活动。来自印度、不丹、法国、美国、英国和香港等国的知名学者参加了该会议。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和蒙古的代表戴洛仁波切在致开幕词时表示，希望这次会议成为1年1度或半年1次的会议，为不同哲学传统的代表之间交换意见、进行对话和研讨时提供一个平台。
此外，上周尼泊尔政府发布消息称，中国表示关切尼泊尔新政府对中国政策的承诺。尼泊尔前总理和大会党现任主席希尔巴哈德尔杜巴受到中国政府的极为不满。尼泊尔媒体报道称，尼泊尔前总理大会党主席希尔巴哈杜尔前不久参加印度理念峰会时会见了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据消息人士称，中国驻加德满都大使馆得到此消息后，立即对尼泊尔国会和尼泊尔外长杜布拉卡什马赫特表示不满。但事实上，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也是受邀出席该会议，并发表了演讲。虽然双方并未会面，但杜德巴担心相关传闻会引起中共的不满，便极力说明他只是参加该研讨会开幕式，并称尼泊尔政府从未改变一个中国政策的态度。藏人行政中央发言人达波索囊诺布先生就中国政府对此事的无端指控作出了回应。达波表示，真实情况是达赖喇嘛尊者没有出席上述会议，尊者是从达兰萨拉通过视频对该会议表示祝贺。尽管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博士是此次会议的主要发言人之一，但是司政没有请求，也没有与杜巴先生会面。杜巴先生会晤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的话题都是中国政府制造出来的，这是中国政府对尼泊尔内政的严重侵犯，同时说明了中国在处理西藏问题时从来都是小题大做，并显示出中共对西藏领导人日感不安的态势。虽然尼泊尔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从这里不难看出，中国逐渐在加以控制尼泊尔。作为主权独立的尼泊尔，我们希望尼国领导人不受约束地对自己的国家做出有意义的活动，而不需要第三国来进行干涉。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晚安。